真是足可怜的呢。我就感觉是一个你自细就介意的查囡仔讲，一定要嫁给你的好朋友安尼尔，看有需要尔伤心嘛？来，我就好人做到底，加9哩。你若想要考，做你考。免，等以后你俊就甲你讲，你要娶其他查某的时阵，我叫你考。陈一凡就奇怪的，他平常时做代志就足冲足敢的，是安怎面对感情的代志变甲一只小乌龟啊？免伫遐久笑皮无尾啦，我都唔相信你敢去找俊杰告白。哼，我拜托无，全公司全市场拢知影我是俊杰迷呢。哦，是嘞。我可能是我车入翻去，我唔知今日中昼要开会呢。大家嘛是拄则知影，总今日找咱开会，我嘛是等咱看看尔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哇，啊你嘛要上订的猪排冻饭来食哦？哦，哪知影今仔有提供便当，安尼我拄则就免开钱家己买食的啊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拄则嘛袂食饱，今仔佮食一份嘛无问题。等一下啦。这唔是开会中斗的，是咱等下要研究的问题。啊？你要研究上订的猪排冻饭？是安尼啦，因的猪排冻饭销量真好，所以总经理让咱找出咱甲因到底有啥物无共。不过我感觉因内面的食材甲咱的差不多啊，无啥物特别的所在。哎呀，用看无路用啦，用食会较紧。我甲恁讲哦，因的猪排冻饭哦，真正无亲就是微波食品的，袂歹食哦。你有食过？啊，就昨啊，我有去踅超市，就看到有人抢来买呢。所以反正讲啊，贵起啊，买一个来试食。我原本嘛对上订的产品无啥物信心，不过我食一嘴了，竟然停袂落来呢。所以你两个人公家吃全餐掉？是啊。有啥物问题是无？无啦，我其实这是一般情侣才会做的代志。拜托，我甲陈一凡两个人自细汉就定定公家食一碗面，食喙烂袂有心啊，想啥物好奇怪啦？慧婷啊，你感觉你对上顶这猪排冻的评价遐尔悬，敢会是因为你甲陈一凡安尼啊，你一嘴我一嘴哦，这种浪漫的气氛？才感觉就好食的。可是我拜托你哦，最后敢若剩无几嘴，阮两个是用抢的好无？无拍起来就爱偷笑，要哪有可能什么浪漫的气氛？总经理，总经理，大家坐。啊，恁大家对上顶的猪排冻饭研究了安怎？好啦，总经理，我若想讲哦，等你来再做伙试食。好，啊，无即马大家做伙试看卖啊。好，来。开始像徐慧婷讲安尼嘞，真正好食。若是阮几只，咱的实在并袂输因。不过哦，咱就无度做出亲像迄种感觉。迄种感觉我嘛知影是免怎形容。我知，这叫做平衡感。对，就是平衡感。咱的猪排冻饭无一款平衡感。那呢，恁认为是什么款的原因造成这款的差别呢？我是款辣米粉、洋葱。我认为有可能是酱汁。我给恁大家一个月的时间，找出原因，改善咱这猪排冻饭的这个口味。啊，第一未完全改善之前，恁行销甲业务部嘛要推出新的促销方案，无论安怎，爱甲业绩先救起来才阁讲。总经理，你放心，阮大家哦一定会真全力的。咱这猪排冻饭的销售量一定要赢过上庭食品的，去改善，研发出新的口味，了解无？了解。好，今日会议就安尼，你通去保养家己代志。多谢总经理。总经理，我先去陪。好。
没有，今晚我打仗哈。哦，俊杰，你敢袂感觉自从林国生为国活动来了后，上顶的猪排档规个脱胎换骨呢？我感觉这一定可以关的。想不到伊一出手就改变猪排档贩的市场，代表伊是一个真强的对手。你甲想，伊即马只是针对猪排档贩尔，完说明仔载来针对咱公司所有的产品。所以为今仔开始，咱爱好好检讨咱公司所有的产品，一定爱执着，爱坚持，知无？好了，各位，大家加油 ，fighting！ fighting！ 李软，妈，我俩春营运下班啊。拜托诶，你这个总经理都还未下班，我这个小小的员工哪敢走，对吧？妈，这是我专工替你传的甜汤，很小你，这个开。多谢你啊，佮专工走去买啊。袂啦，来，谢谢。你敢若买我的，无买你家己啊？哦，免，我食饱。对了，妈，今仔国生阿伯去甲你开会的时阵，应该是无对你无礼貌啦吼。你想怎会烦恼伊对我态度啊？我知影国生一直到出国之前，拢感觉因爸是去人你甲逼死的，对咱厝内底人嘛拢怨恨。我只是咧想，已经经过这么侪年啊，唔知影伊的想法有改变无？放心嘛，虽然国生的立场真明显是徛在恁阿伯遐，不过伊对我态度真好。我是较烦恼恁阿伯哦，为着要抢一片的经营权，挑工去加深国生对咱的怨恨，方便伊利用国生来对付咱。妈，阿伯即马是一片的董事，嘛是竞争的对手。咱公司所有计划拢掌握伫上顶的手头，完全无度保护咱公司的商业机密。参照这种竞争的关系，对咱来讲是足不利的。这点我就清楚的。不过，以恁阿伯的股份，只要伊无家己放弃，任何人拢无法度逼伊退出咱一片的董事会。所以，咱敢若会当不断的创新，永远行伫因上顶的面头前，才有法度面对这个竞争啊。是啦，妈，你讲得真有道理啊。只是安尼并无解决这根本的问题啊。但是，互我来烦恼就好啊。你甲我交代你的代志做好，其他的代志免替我操烦，哦。好，来，恁食。真是不爱搁食一个。我真正食饱，还是我请你。免啦，搁袂歹食一件。袂歹食吼。可是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你看，这间鸡蛋农场，你是不是有熟悉？有机饲料混合香草蔬果，采用黄金比例配方喂养健康母鸡，富含叶黄素、卵磷脂。这个我知影，顶摆咱公司举办优质农产品市集的时阵，我有甲这间公司的头家接触过啊。还是讲你今仔专门找我来遮，都是为着这个代志哦。当然嘛，不是。我来问你，这间鸡蛋农场是因为我已经想到改良猪排档的办法啦。所以是鸡卵问题，敢是？迄天咱不是有试食上顶的猪排档？你讲咱的食材袂适合上顶，不过口味无因遐尔协调。所以哦，我原本是想要为酱汁来做改变，不过咱的酱汁
嘛无问题啊。后来我就收到鸡卵，若是用鸡卵来做平衡，互每一项食材滋味增加协调性，不滴卡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你讲了真有道理的，还是讲你是安怎想到的？我就灵机一动啊，想到捌食过迄间农场的机能蛋，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真好的方向，只是迄成本的问题哦，可能就要搁考虑看卖啊。成本的问题，了解，你先别烦恼。假使这改良方式会当成功，那你成本的问题我来处理就好。可是，多谢你诶。你莫袂记了，我毋但是你家查某囝，嘛是领一品薪水员工咧。有影，你讲的安尼有影。可心拄则讲的明明就是我的 idea， 你竟然甲我偷摕去。不过我嘛无证据，会当甲俊杰证明讲这是我先想到的。对啦，慧婷来的。哦，我头拄有看到伊甲俊豪伫讨论一寡代志，嘛毋知影伊的问题解决了袂。是什么问题啊？我是偷偷听到的，你千万毋通甲别人讲是我讲的，若无我惊讲，因会认为我想要插因的私事。叔叔，讲是香美阿姨走去见过慧婷，是无想要互因两个人交往，所以慧婷伊就无啥欢喜。我想应该是什么阿姨，误会因两个啊。你甲想啊，假使因两个真正有咧交往，咱两个嘛会知影才对啊，对吧？我嘛感觉足奇怪的，毋过听讲香美阿姨伊的反应足大的，无的确是有发现一寡咱毋知影的真相。是讲咱一品敢有禁止员工谈恋爱啊？咱公司无禁止啊，若是员工甲员工之间真正有咧谈恋爱，大家应该拢会祝福啦。哦，那呢？因两个若是真正做伙，你敢买就好？你问我这是什么问题啊？你问这个问题真正足好笑的。一个是我的哥哥，一个是我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，就亲像我小妹同款。假使因两个若真正做伙，我无理由无祝福因啊。所以你甲慧婷当作是小妹？是啊，伊对我来讲，就亲像你同款，拢是我的小妹。这我无同意哦。你只有一个小妹，就是我。任何人拢袂当甲我抢我的俊杰哥哥。你这人真正好啦，你莫搁囡仔性啊！我袂因为加一个小妹都袂听你，知无？我唔管，你只会当是我一个人的哥哥，知无？知。我是乱啊，我的心情足艰苦的。郑文姐，你敢开嘴，迄个告白？啊，你都毋是失恋啊！你只是冒壁过尔，听到李可欣甲俊杰咧讲话，你也是有机会嘛？你莫安慰我啊！我都听到啊，俊杰讲哦，伊甲我甲我可心当作是伊的小妹。原来对我一点仔遐想拢懵的。我究竟是不是配偶随身附身啊？想要做大好代志拢无顺利。今摆我的男神甲我讲，伊对我无感觉，